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24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3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对昨暝到透早，拢有民众看到战斗机飞在半空中，空军是表示台湾海峡四边的情势拢有掌握得了。行政院通过第3批纾困预算，随去立委特讲钱先开才来报备。苏贞昌院长讲一切拢有照特别条例来办理。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日佫新增加3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3个拢是按菲律宾倒转来的民众。目前病例人数计共是458个。另外，对后日开始按菲律宾入境来台湾，踮机场拢都要先采验病毒。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这边面上盖新的说明。有关这3个个案哦，就是按456到458。那456是50多岁的菲律宾籍男性，他在去年11月就在菲律宾工作，7月20号自菲律宾返台。那另外按457这是菲律宾籍他的男性，那他在3月到菲律宾探亲，7月13号自菲律宾返台。那另外还有第3案就是案458，他是国人那今年1月到菲律宾工作，14号开始陆续出现发烧、嗅味觉异常跟腹泻症状。入境里面，我们再来看7月里面总共有11个境外这移入。那有6位就是从菲律宾进来，所以我们也对菲律宾的疫情再做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措施从礼拜天开始来实施，因为明天是没有班机进来所以礼拜天正式开始实施。就是国人跟持有居留证者要采入境检疫全部要采。赶紧过来讲，对昨暝到透早，南北2路拢有民众去看到战斗机飞在半空中，这款情形实在罕见。也有人讲，就是中国军方的飞机又搁飞来挖近咱的国界。空军虽然无证实，不过嘛表示四边的情势拢有掌握。中国扰乱台湾这1摆，照看是为着要和美国对家。确实，自明仔载起，解放军也要搁踮南海海面实弹演习1礼拜了。最近台湾天顶是真无平静，23暗时到24透早，全台空军基地拢有战机被看到，伫半暝的紧急升空情形真少看到，引起民众的讨论。有南部军事媒记录到，共机伫23暗时7点外加24透早1点侵犯台湾西南空域，台湾战机紧急升空赶走，暗过空军无好真假证实，甲强调有掌握到周边的情势。空军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情都能够全程掌握，而且会有适当的应处。那么目前情况都是正常的。根据军事媒记录，这已经是今年第71摆共机绕台，刷新过去规年上悬的70摆记录。研判是甲中美伫南海军事拼场有关系。中国南海战略态势，甘伫计划推特平台，就指出美军22出动 P8A 海上巡逻机甲侦察机，分别去接近广东的南海海峡甲黄海上空侦察，共机也用广播警告。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已接近危险区，必须离开。中美情势升悬，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伫推特宣布，要伫7月25加8月初之，伫南海门户、瑞州半岛以西海峡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反制美国意味真高。透过军事演习，互相传达这个政治讯息，或者是秀肌肉，摆出对抗的姿态。它基本上是一种沟通的方式。19美国雷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甲日本、澳洲接伫菲律宾海进行联合军演，加上最近美中替领事馆的争议，拢予美中紧张情势升悬，可能影响到区域和平。恩介前建议，这时阵台湾应该低调，避免捲入双方对抗情势，对咱才是较有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反歹，但因的国务卿麦蓬佩奥嘛表示讲，过去新兴国家和中国密切往来，所造成民主甲自由受到威胁，这款做法就要改变。
另外，美国的联邦国会参议院嘛通过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内容佫建议讲，要邀请咱台湾参加太平洋四边的军事演习。美中紧张的关系搁再来升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伫咧加州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讲，前总统尼克森当初是想要开放中国今日去世界好意已经乌有去，必须要放弃相关的政策。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蓬佩奥指出，认为欢迎会当互中国自由化，而且互伊变优先的时代已经过啊。美中交流并无带来尼克森所预计改变。中国利用自由开放的社会来进行扩大对外宣传，说颠倒头来要求西方企业对人权的侵害爱减声。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美国最近一直出回车，美国仍然下令中国爱伫咧72点钟以内，甲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关起来。中国外交部是强烈谴责。另外，美国政府嘛指控有些中国籍人士隐瞒解放军的身份入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甲3个人抓起来，另外一个人是美伫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美方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这完全是恶意的污蔑。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23嘛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等等的训练，扩大台湾军人伫咧美国受训练的可能性。国会嘛建议，根据台湾旅行法，应该增加美台高阶军事将领的交流，啊，个人道灾难救助的合作等等。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行政院才通过第三批要替民间消掏困难的预算案，随去予立委特讲，迄内底超过一半，农业部已经消磨去的开销，安尼开过手才来报备，刚好。苏贞昌院长表示，一切拢有照这边武汉肺炎的特别条例咧办理，尤其苏院长也鼓励开营买卖，若摕振兴三倍券，优待是袂少，带动经济确实有效。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出席国家搜救指挥中心的活动，而且表扬有功劳的人员，感谢因的付出。伊致辞的时阵讲到政府变预算全力支持，啊，毋过后疫情时代，纾困3点库，政院搁变2100亿，刷去用这个公司先开直接报备。苏贞昌强调讲，一切拢有照规定。很多的国家编列大笔的预算，像欧盟刚刚通过是61兆，美国30兆，日本8.8兆的此时此刻，我们国家不用编那么多，但是也必须要拿出资源来对于受困的产业民众，而这一切都是依照立法院通过的特别条例规定来进行。行政议会已经通过追加预算案，会送请立法院来审议。预计伫立法院第2届临时会来处理预算案，啊，毋过编列2100亿，回报金额达到1235亿，等于共用伫咧所落来纾困产业甲防疫经费，敢若剩865亿。在野党认为讲根本就无符合财政纪律，因为他即将在第2次临时会就要求我们要审议这样子一个财政的编列方式，财政纪律的不严谨，以及财政上面没有说服国会，也没有说服产业。在3.0的计划里面，有很多都是延续性的项目。换句话讲，现在这一些费用是不是已经花出？所以是先射箭再画靶的意思吗？防这个还阁有3倍券，行政院讲会当创造1000亿的商机，啊，毋过实际总经费刷开511亿。苏贞昌认为讲3倍券会当创造各种加压的效益。各种加码都会超出3倍券，不止3倍的作用，而且这个3倍券是等于现金。就算政府鼓励民众使用3倍券，但是前总统马英九也是有真侪疑虑。苏贞昌讲马英九看起来比蔡总统更较无勇敢，而且真侪观念甲做法都甲政府无啥共款。伊尊重马英九的观点，啊，毋过3倍券确实真正好用，嘛鼓励马英九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立法委员毕丰泰指出讲，政府无论予民众领3倍券，也是进前注文催案、搁落税金、电脑系统拢捌发生各样，这就是甲政府茅塞头这间官网网络公司有欠点，尤其是官方的股份指派去遐做董事长的柯建良表现也无通好。总是行政院这边有说明讲，系统有问题时，官网公司咧排解拢真紧，也真配合。 政府要拼真现经济出真济奖券，啊，毋过3倍券伫咧预约甲领的时阵，拢捌有登记的问题。业方官嘛捌发现得奖的人收袂到得奖底薪的状况。国民党立委费鸿泰就质疑，问题出伫咧承包纾困电子票管系统工课官网网络公司。资讯平台要上线的时候，包括我们的银行，我们一直要求他要做压力测试。 他有没有做好压力测试？费鸿泰指出，官网网络有官派色彩，是政府甲企业之间的税务资讯的申报桥梁，嘛承担大部分政府的资讯界面、数据库的连接。啊，毋过最近这几年风波不断，内部传出董事长柯建良的领导能力无够。费鸿泰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爱讲互清楚，是安怎互柯建良来连任？是这个资质很好，有领导的能力，操守很好吗？苏贞昌。 不能因为政党轮替，阿猫阿狗都可以当政府公司的董事长。只有3倍券跟易放券这2个核心系统的服务都没有间断。是。那并非外界所说的宕机的情况，在每个系统，不管口罩、报税、易放券还是3倍券，我们都会做多次的压力测试。 这个官贸的部分其实非常的尽责啊，他们24小时在盯着网络。至于委员如果委员们如果质疑的部分不是官贸的责任，我想对官贸也不是那么的公平啊。面对这个官网网络嘛，赶紧出来回应。行政院嘛表示，伫咧3倍券系统发生问题时阵，官网网络拢以上紧的方式来处理，而且根据上新的民调，伫咧催验实名制甲报税系统顶悬，民众的满意度拢达到90%，并无重大疏失。 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回传染症的缘故，7月初咱国咧休无薪假的劳工达到31000几人，是近来10档上介济的时阵。啊，毋过过2礼拜都减有8000人去，尤其6月失业率阁落落来甲较无4%，敢是景气有反较好。国民党所支持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是公布民调，讲有超过70%人拢认为讲休无薪假的人数绝对毋若安尼生尔。 疫情冲击台湾经济，真济民众被判放无薪假。根据统计，无薪假人数伫7月总共有31816人，是近10年的新高。结果2礼拜了后，大大减少8000人。6月份的失业率佫罕见降到3.96%。啊，毋过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超过70%民众认为无薪假乌数真济。 劳动部针对无薪假问题，推出充电佮触发安心就业计划，分别编列5亿到10亿的预算，不过执行率只有10%，成效无好。那我们编了5亿多，事实上呢，只发出去了389万。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因应的计划呢，那事实上呢，真正呢是没有办法达到照顾劳工的效果。国内的那个内需有一些增加。 好，我们振兴已经启动，那这些相关的部分的话，它可以带动一些产业。我们也看到，包括在住宿、餐饮，都是有回温的情况。前劳动部长陈雄文阁表示，每年6月有12万的毕业生投入职场，今年只有10万人找头路，找头路人变少，失业率相对就会落落来，数据就真好看。中研院公布2010年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的修正数据。 将实际 GDP 年增率为2.58%下修到1.43个百分点，来到1.15%，显示对台湾的未来感觉真悲观。同款也反映在民调，有63%的民众认为对下半年就业前景是无乐观。 无薪假或者是失业率都有降低呢。事实上，跟这个很多劳工呢，因为正职工作没办法做了所以做这个部分工时有关了。在这个马路上看到这个摩托车在送这种各种食物，但这个呢都不是劳工长远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 针对政府阁推出纾困3.0，纳会质疑，这就代表头前的纾困政策无成功治本。对来要求行政院为各位向民众公布纾困成效，也呼吁政府加速台湾产业转型，包括建立大健康产业、放眼远距医疗、数位防疫。
将危机化为转机，带台湾领先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来讲4月底，中央政府开放一人10万块以内贷款，要互劳工渐度困难。当阵真侪银行人员嘛加班过头咧接这个案件，有袂少人就告对地方的劳动局去。劳动部当时说明讲，银行配合办纾困贷款，这是有下劳基法所规定天灾地变临急的情形，加班就免照普通时的规定行。疫情爆发了后，各行各业营运受冲击，有袂少人甚至爱休无薪假。为帮助员工渡过难关，劳动部4月30宣布要办劳工纾困贷款，总共是10万块给你的贷款。结果1个月就满，超过110万人来申请。当时各家银行是无用试试，不只是逐工加班，甚至假日爱去上班。有员工向地方劳动局投诉违反劳基法。不过最近劳动部发公文认定，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配合政府进行重建办理纾困贷款相关业务，应适用劳基法32条第4项甲第40条书面规定。因应天灾事变可以运用的空间，后面有一些相对应的，包括通知工会2倍工资，还有补休补假，这个是有配套的。劳动部强调，并是无限加班，强调银行照符合法规定时，就应无受劳基法。每日单日工时12点钟，每月加班上限46小时限制。应直接取消劳工7休期的例假、特休假甲固定假日，事后也互劳工加班费甲补休。劳动局呢，他要去做这个劳动检查，后续没有就是给加班费或是补休的话，那应该要予以开罚。法律学者认为，劳动部过度延伸，认为劳动部放法法规无尽主管机关的把关职责。也不是雇主事先不知道，其实他可以去安排人力，不能把他说因为疫情所引起的全部的事情，全部都叫做事变。学者表示，劳动部公文已经开先例。随去纾困3.0上路，恐惊银行会比较办理，因为银行工会应该发文予劳动部要求未来纾困贷款相关业务，免看做是事变，放任银行予劳工无限制加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有人咧推断讲，国民党提名的高雄市长候选人李美珍硕士论文港炒的风波发生了后，就是江启臣主席咧要求伊爱放弃学位。早起江主席承认讲，因双人确实有通电话，不过落尾也是李议员伊家己拍算甲决定的。江主席嘛望外界唔免去猜测这款细节，翻头转来论市情较有影。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论文插实风波不断，传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一通电话，就予李美珍来放弃学位。江启臣出席活动时阵嘛证实，23双方确实有联络，不过是李美珍家己做上尾的决定。是我们很这个心平气和的聊一下整个选战的一个状况，还有他目前心理的一个状况啊。那我想我们是讨论那最后这个决定还是由他来做。李美珍在第一时间开记者会来回释的，不过内容却引起后手外界更较大的争议，而且佮传出国民党秘书长李乾亮向江启臣私底下冤讲李美珍无受控制。这个候选人比较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我不是说他不受控，因为他这个候选人是蛮有主见的啦。当然我们要尊重候选人呢。梅珍他自己也必须对这个选战的动态做适时的回应那我想，总之这个事情就是到目前就是这样子处理那我想我们也尊重他。要变基本盘，唔通走伤济票。江启臣除了替李美珍来背会，嘛爱外界甲重点放转去市政。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是甲政会上尊江启臣，认为伊伫咧事后密起来，应该甲指导教授出来讲互清楚。江启臣表示，一切拢尊重学术伦理调查小组所调查的结果，请外界唔通阁做无必要的猜疑。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健保的财务安倒，民间当时有团体出来主张讲，目前有90万人因为重大伤病，摕药唔免加纳部分负担的费用，干那这条就顶健保的支出要甲3成。总是卫生福利部的陈时中部长有说明讲，负担爱公平，总是唔通因为破病，搁去加添人经济的负担。健保费用要安怎样调整，就要等11月才会定案。
为减轻民众得到癌症者需要长期治疗的医疗费用的负担，才有健保重大伤病卡，就以免除挂号药费、诊疗、住院，才健保部分负担。毋过有专家认为，重大伤病不一定是经济弱势，建议卫福部取消重大伤病者的部分负担优待。怎么样让这个部分负担能够更公平的能够展现，不要因病而贫，那也达到大家公平负担的目的，这也是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题目之一。根据卫福部健保署公告的重大伤病项目，差不多是30项，到去年底为止。重大伤病人数差不多是90万人，其中以癌症领证人数上侪有40万张。第二是慢性精神病有将近20万张，全身自体免疫症候群有12万张。一年所付重大伤病者的医疗费用差不多是2139亿，用掉健保支出将近3成。健保署应该要拿出30%健保的这个细部分析资料，那邀集相关的病友以及利害团体来共同讨论，那这样才能在以不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下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政策。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台湾健保是采取收支联动机制，目前财务缺口继续扩大。未来无论是去保费部分负担调整等各种方案，拢在讨论当中。上紧要等11月，健保会确认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一个才过往无偌久，专门伫咧拍纪录片真出名的洪维坚导演，在生捌请求监察委员的调查因爸母遭遇白色恐怖屈打成招的案件，伊本身嘛是伫咧监狱内底大汉的。但监察院调查指出讲，洪导演的乡亲毋但可能是受到枉屈，入去狱内阁互人用刑，等提案要纠正国防部了。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就在这个案子里面。已经过身的纪录片导演洪维坚，伫民国106年录取全民记名会顶悬，向监察委员陈情请求调查爸母的冤案，也就是白色恐怖期间移非强盗案。监察院经过2年多的调查，日时提出500多页调查报告，而且提出3点调查意见，包括对洪维坚爸母的不当审判。整个证据资料显示呢，他们完全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他对于这个联络陈品，这共党生也不知道。对读书会是什么性质也不晓得，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资料哈。那可是为什么他们认定他们3个人是参加叛乱组织？洪维坚妈妈自去用抓起来时阵已经有生5个月，囝生来了后，由外妈请用到4岁半，了后去用送去土城宣教所，甲妈妈带做伙，去用合做台湾上细汉的政治犯。移非强盗案涉案审判被告要甲116人。监察院指出，互抓起来的人有真侪拢毋是中共的情报人员身份，而且拢毋捌参加过情报活动，所以去用不当牵连入监，而且去用调查局甲国防部管理的保安司令部有无人道的对待。那刑诉法里面关于刑求逼供啊，你必须要调查的哈，所以这些有11个人哦，他们说他们被刑求啦哈、拷打啦。深夜讯问、疲劳讯问等等。监察院表示，本案虽望对国家安全有贡献，毋过刑求、逼刑等等的不当裁判造成的补偿总共2亿4113万元。到中道法告进前，国防部还未发表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南北二路各地头的大消息，昨日下晡，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去查到龙潭总部内底一个姓谢技术人员踮宿舍用电拢有较伤。原来伊就是咧偷整大麻，但嫌疑犯也已经去桃园地方法院收押了。研究院这边嘛讲，此期会当员工加强宣传反毒品，以免这款情形搁再发生。这是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龙潭地区研化单身员工宿舍，宿舍管理人员因为发觉姓谢的员工用电无正常，房间阁透出焦色光、酸味，主动查察，日下昼发现姓谢员工涉嫌伫房间内种大麻。发现有几株疑似大麻的存在，就主动通报了桃园宪兵队跟那个龙潭分局，来帮我们做鉴定。根据了解，29岁姓谢技术员伫宿舍房间内种11丛大麻实栽，每丛大约10公分，为外观检判是有栽。中科院查获了后，随通报桃园宪兵队甲龙潭分局校长协助处理。目前涉嫌人已经获法院裁准羁押禁见。鉴定完之后，
就也把相关的涉嫌人一个谢姓的员工，不是军职身份，好，他是一般劳工，好，技术员，然后就移送桃园地检署来侦办。针对细节员工技术伫宿舍正大骂，中科院表示，秉持无冤枉、无安保原则，依法就办，也依照院内工作规则，严挺是头路。后手会加强员工反毒教育，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当外前新德县关西街有业者，甲县府好所在设一间专门咧收集世界已经风行上百年的希马红体地的博物馆。结果，这中间所发生建筑漏水，搁去撞到武汉肺炎，来佚佗的人客是减到剩无一成。但含县府契约的租金、管理金已经无再调纳，业者讲确实歹生存，想要参详看，敢会当分期无？一挂高水的幸福看到的人拢有够介意，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业绩受到真大影响。业者希望县府会当伫这个时间点，互因减免租金，也是分期纳管理金。同时，嘛无排除照法律的途径，向县府争取家己的管理，甚至是提早解除合约。中间有一些施工单位有陆续的稍作维修，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把它的那个漏水的问题改良，所以外面只要是大雨小雨，我们馆内就会跟着大雨小雨这样。就是说疫情从去年到现在开始啊，其实在这时候又包括说县府方面又针对那个违约金然后权利金都完全没有在特别的去纾困的时候，我们业主真的是非常的难生存呐。县府回应讲，并不是无提供因纾困，针对今年3月到5月疫情影响，已经减免业者13万的租金。也若是敢要互因分期来纳管理金，会搁找相关的财政发债单位来做讨论。除了在这个纾困方案的这个部分，我们搭配这个整个交通旅游这观光业对于纾困的这个方案权利金上面的减免之外呢，是不是让他做分期缴纳的这个部分？那县府也会在充分的研商之后来做出非常善意的回应。博物馆而且拄着疫情，互原本逐个月有8000到10000的游客量，减到剩无一成。加上原本就有漏水、甲停车的问题，业者讲经营真正真困难，希望县府会当体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经营的困难，台北市艋舺青年社会主体第2期的工程，总矛头的营造公司，无偌久之前发生跳票，欠下手的工程款按起来是算亿的。当有小包商出来牵布条，要求市府就要斗排解，因为因是连家己的厝都摕去挖掉来发现金给工人咯。台北市的都市发展局是讲，已经有北京营造公司有意向要接手。都一直骗我们，叫我们赶快做，一定有钱，一定有钱，结果都是没有钱。欠员工钱会被人家追杀，我也卖了房子。被欠670万工程款，就结果后天。艋舺青年社体2期工程的通报商豪玉营造公司爆发跳票，承包水电消防帮忙的二炮商，自今年3月开始发现无啥着，6月开始确定摕不到工程款，再去因伫工地外口尤其白布条要求台北市政府介入处理。票越开越久，就感觉有不大对劲了啦。现在我们还要应付到下包器，还要应付材料商，变成拖下去，材料商也欠子。因为我们做这个都辛苦钱了。下包商被跳票，也连带地区900名的工人陆续领不到工资。艋舺青年社体2期工地，即马会当讲停落来，原定建筑要起到19楼，即马只起到13、14楼，敢会变成烂尾楼？豪玉营造表示，因已经甲市政府解约，放弃兴建，欠的1.2亿工程款加薪水，希望会当为押予市政府1.4亿旅游保证金来还。公司就可能是标了太多案子，一些 BOT 的案子都要缴一些权利金嘛。台北市政府市议会那个也是我们公司的，还有林口就是可能信用扩张太大了，导致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要推给台北市政府来解决。市议员再去邀请市府官员进入工地，甲下包商开会，都发局表示，豪玉欠的上亿款项，市府已经向法院主张，即未当先扣走。无完工的社体已经有其他2间营造公司有意愿接手，8月初9将确定接手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
咱换来看台南市一个才9个月的红婴啊，阿公称灵婴肉想要互伊试一个来食，结果规底灵婴试一个煞卡点拿后，爸母赶紧硬要呕，是淹甲婴仔规喙血，尾手才送急救。医师提醒讲袂使硬呕，就用 Heimlich 这款对腹肚施压力急救法才对。啊，若装连危险，上好是紧卡119，把救命的黄金时机。家长真着急，抱9个月大查某婴行入去救护车，婴是一直哭，因为才伫无偌久之前，饲的灵婴卡电后内底，真无简单，厝内的人用手摕出来，啊，不过算是满嘴的伤口。经查看之后，异物是的确有排出，他的状况是良好的，不过也有发现说他的嘴巴、口腔内有很多的伤口。这个意外就发生在台南市新市区23暗时9点外，家长表示本来是想要互孙仔试一个灵婴的果汁，想不到婴小将灵婴肉也食入去。好佳在送医了后，无什么要紧。啊，不过救护消防人员提醒，要抢救见着患者，唔通用手去握，可能互物件力道更较深，应该马上使用哈姆立克法。将它翻过来，然后手托住下巴这个部分。然后将它固定之后，往它的背把它朝斜下这样子，然后现在拍5下，然后再转回来确认它的呼吸状况。如果还是没有排毒的话，再把它转过来，然后继续拍。消防人员表示，卡所使用哈姆立克法也是无法度改善，爱赶紧卡119，把握黄金抢救时机。另外，医生也提醒卡所家长要互婴仔食灵婴，上好是教互烂，才个饲才袂互婴仔见着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即阵全世界拢咧拍拼，要赶紧开发出武汉肺炎的预防射。啊，毋过多数拢是研究野射筒用国做的。当台病院是行别条路，当咧针对怎样保护喙内黏膜落去研究。若开发了有成功，可能就是用喷剂喷鼻孔，嘛是望讲有法度直接消灭病毒。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也伫烧，台湾也未见秋冬。台大病院小儿部主任王立民发表台大团队研发黏膜疫苗的上新进度，目前正咧做动物试验。甲一般针剂疫苗对重症的保护力较明显，黏膜疫苗因为伫第一线阻隔病毒，对轻症有保护力。黏膜疫苗的原理就是，我在病毒进来的地方就准备一支军队等它，那这支军队呢，就能在当地把病毒杀死，让它不能往深的地方跑。医师指出，若是黏膜出现抗体，病毒就较袂入去到会呼吸道，而且真紧复制变质。另外，伫上呼吸道病毒减少，应避免传播。啊，不过黏膜疫苗的组织技术难度真悬，研发速度可能会比针剂较慢。一般我们要做疫苗，会先做传统疫苗，因为会比较快，比较好做。那可是我们也必须准备，因为万一传统疫苗没效，或者反而产生免疫伤害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新的疫苗。那黏膜疫苗就可以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医师指出，目前台大病院团队已经有专利组织，并且伫研发喷头，若是成功，会以喷剂方式来做。按算10月底完成动物试验，11月开始临床试验了后，按算用1年的时间来确认伊的效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全世界即马头壳毛咧烧钱咧研究武汉肺炎的预防射。国政吼，原来想到一句古早的台湾话，这简单敢若4字尔，人讲草头教育，真趣味啦。这句话就是咧讲吼，有当着啊吼，到底倒一款药啊，才有法度互病症长紧，咱无的确会知。啊，无要紧，咱尽量来试。但若对身体无败害，咱尽量来试。毋则讲草头教育，就是讲有人研究。预防射用过做的，嘛有人咧研究讲，啊，若安尼规气对鼻孔、对喙用过喷的，搁较紧。草头教育啦，无试毋知啦。你毋通想讲吼，看猫的无点，看讲吼，啊伊都毋捌，我比伊较捌。有当着啊，咱啊翻头食开。颠倒是讲，个人拍拼，个人下。草头教育一半摆互你试了着，真正镜头会长紧，迄也未必然。毋则人咧讲食着药。青草一叶，啊！若食毋着任松一招。过去咱伫解文说字，原来捌开讲过。尤其一项，咱咧讲毋通看人无，草头教育对身体无败害，咱尽量落去试。个人拍拼，个人下，甲草头有牵连。搁另外一句俗语话，原来真心性。即句咱拢知尾啊，人搁写做流行歌。
讲臭头啊也会做皇帝，咱会知啦。咱会知讲臭头，就是以早卫生条件歹，猎仔人咧闹，都无在着讲找先生，因为经济环境嘛歹，厝里无在着甲你治即个症。啊，有迄个臭头囡仔，甚至讲少年的时阵留尾艰难困苦，去到皇家师伫咧做和尚。到目睭一个年，时势变迁，环境无共款，互伊家己压一支军尔，有才调做甲变皇帝，就是人咧讲的臭头啊红武军，臭头也会做皇帝。即句话正是咧劝人讲，唔通看人臭头，臭头搞药。国情头拄我讲的，试了试，有当阵啊试到一步有效。咱咧讲啦吼，即马时机无共啊啦，较早农业时代啦，家庭困苦，你靠种做，别项无路通去行。即马若搭着机会，半当一当，互你趁一个机会，趁着家伙的即款吼，原来未必然少呢。毋则讲臭头啊，也会做皇帝。你千万着爱体会讲钱是公家的，毋通怨人无，看人有，看人无，搁怨人有，即款情形介毋好。尤其吼，讲到臭头也会做皇帝，咱千万着爱想呢。想讲有真侪少年人，伊较袂晓想，即种诶，咱要互伊机会，甲伊鼓励，来甲伊点醒，毋通讲哦，看伊少年人当咧发挥，你电脑要甲饲，要甲饲好无开，伊已经徛伫咧断崖边啊，你搁要甲站一下，要互拨落去，这千万都毋通，因为换一工，换出头天诶时阵，你若捌甲牵绳过，你若捌甲栽培过，伊会来感谢你。你讲看有影无？啊，讲到有诶少年人较袂晓想，竟然会去翕写真裸体相片，也是影片分爱人看，也是讲经过网络传去互青云人，结果煞受人恐吓，即款情形是袂少。台湾电视协会这个民间团体发表上届新的调查，即款裸体影音的恐吓案，18岁以下的受害者顶超过60%，尤其真侪拢惊影片泄露出去，根本就毋敢开声请求援助。伫网络或者是社群平台顶悬以数位影片、相片来威胁被害者，亲像即种性卡油案件，伫国内外是真济。比如南韩黄河帮，台湾电视协会公布调查，2019年性卡油个案有超过60%是无成年，而且被害者年岁愈细，加害者是网友比例就愈悬，主要是以社群软体上济。点数交换啊，或者是佯装这个同年龄的好友啊，或者是假装男女朋友，或者是这个身材跟身材有关，暴露孩子的个资、对话记录，或者是用这个要分手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威胁孩子。伫调查中也发现，性卡油目的有3.7是要卡油搁较侪影像。干若为性别来看，男性被害者大部分是甲金钱、游戏点数有关系，女性大部分是以摕到影像为主。伫影像摕到的方式方面，以偷翕切录加诱骗去翕较侪。啊，毋过有真侪受害者烦恼影像外流，或者是惊被骂，遭受各样的眼光，所以毋敢去求援。听一下孩子的情绪，还有第二个，听自己的困扰，停止责难孩子。整个过程当中，孩子是一个被害者，停止在跟对方互动。我们的爸爸妈妈愿意陪孩子一起面对，请你报警。电视协会也建立专业加热线，提供稳重名字求助的管道，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唔通谴责被害者，应该鼓励因求助，才能赶紧将犯罪者来法办，停止这种恶性循环。记者综合报道。行花莲台东佚佗，当时行啊，振兴馆真侪款怎样用有较好。但花莲遮就有驶船载人去上海岸的业者讲，因为申请了有通过，包含农委会农游馆、客家委员会客庄馆，啊，还有文化部的艺放馆，因拢装修。毋过，有业者讲，政府若毋规矩统一，发一款馆出来就好。后来，花莲观光营调部门为了吸引游客会当来消费，花莲首间业者除了收3倍券，即摆还会当收农会农游券、客委会客庄券，甚至有一间业者因为通过文化部的首间文化券申请，所以还会当收艺放券。目前来说，农游券收的数量是最多的，大概跟振兴券的数量是一样的。那艺放券应该是刚开始才使用，所以说艺放券到目前的使用的数量没有这么的多。
听到会当使用3倍罐以外其他罐支付，未少游客不管，根本无清楚目前市面上的4度罐使用资讯。我是刚刚才听到了，我们在行前准备已经1个月了，然后它的基本上我们在网络上查了非常久，都不知道。我觉得要不限目的的使用比较好，不然限制很多的话，你还要为了特别去找那个可以使用的地方，变成会很麻烦。手机业者也希望政府会当统筹各部门发一种管就好。每个部会所使用的界面完全不太一样，比如有的要用 LINE， 有的是要下载 APP， 那 APP 又因为各部会不同，所以导致于消费者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管是业者也好，或者是消费者也好，都很不习惯。另外，因为农油罐、客层罐、给放罐是电子票罐，未少老大人未晓使用手机也是电脑，所以无法度使用，也有部分系统宕机，和民众政府版希望系统会当更加稳定，政策会当更加便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仔日台中的英民总医院举办追思音乐会，邀请过去捌捐出体内5脏六腑遐人士的家属，阁有新换器官了后才来复原的病人拢去参加。其中一个老阿公，就是替身体治病已经要过往的孙拍算，捐出心脏、肺部等等，头尾帮助8病人。英总院方嘛表示讲，捐器官已经毋是禁区，是疼痛世间人的善心的表现。随着乐声响起，追思会正式开始。台中英明总医理事举办器官捐赠感恩追思音乐会，邀请历年来的捐赠者家属、受赠者等人共同出席。其中一位捐赠者当时因为突发性的脑部血管破气、脑干受损，濒临脑死。家属主动提出捐赠器官的想法，捐出心、肺、肝等器官，顺利移植到8位受赠者的身上。既然要走，就好的东西就留下来给人家。当时我的2只眼睛是烧瞎的，我完全看不到。107年的2月22号到108年的3月中旬，我得到了这个眼角膜，我眼睛看见了。根据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到今年7月7日统计，今年有490人得到器官移植，互身体状况渐渐改善。不过，有缘有我1万人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移植比例无到5%。国人的观念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多的这个有大爱的这些我们的民众都能够体认这个生命延续的，所以它的数量是在持续的上升。院方也种6丛的桂花树，带领医疗成员用水灌溉，以食爱方式代表捐赠者的大爱。同时也表示，器官捐赠不再是禁忌的话题，希望引导就此鼓励国内的器官移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医疗有影真发展，不过都市和乡村病院诊所的分配确实也是有差。当卫生福利部彰化病院考虑到节目，开始办理重症的患者在家内医疗服务，医护人员来到咱厝，互出门较不便，这个重症的病人嘛通得到较好的看顾。详细替患者检查身体状况，但是这毋是伫病院，是医生来到患者厝内。虽然国内医疗发达，但是对行动无方便的重症患者来讲，要去病院的路途就真遥远。若是有医护人员会当来厝内看诊，对患者甲家属来讲，负担减轻袂少。个案在不方便自行就医，那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重度居家医疗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医师、我们的护理人员可以到家里来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个案行动不便，像长期卧床，他光是要从床上转移到轮椅，甚至要到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大费周章、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那透过这个居家的服务，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负担，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照护。就像画面中这位身心障碍的蔡先生，大概要带倒伫眠床的妈妈去病院，互医生看，就真无方便。今麦申请重度居家医疗了后，毋那便利，嘛互家属安心。外出去看病的话，都要花费很大的体力，还有一些时间。现在今年跟医院申请这个居家医疗以后，就由医师过来这边帮我母亲看病。
中华病院居家护理所指出，重度居家医疗的患者缴纳5%的医药费，其他95%拢是健保给付。若有重大伤病卡、福保或者是英明等患者，拢是专业由健保给付。除了重度居家医疗，嘛有一般居家医疗、安宁医疗，总共分做3个阶段。毋若落实分级医疗，嘛替病人带来更较全面的居家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公视台语台新闻专题，搁再来含你讲山拿、说山拿。全台湾的登山客拢知影，热门的嘉明湖步道这条山路。啊，毋若讲这片湖，互人称呼做上帝落点世间的拿宝石。尤其遮搁有10外个登山界好选手，大家讨论管理山区啊，伫咧斗保护山友的安全，啊，搁有观察乌熊出入的脚迹，个人拢发挥专长，为这片美丽的山拿伫咧用心正。脸部，然后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个撕裂伤，那个必须要缝合。关山下晡单位讲上大雨，造成一名登山客摔甲流血流地。另外，有一名领队来讲，伊的队员超过时间还未回来，人甲自然总是不管是和山区的管理员种种的挑战。不过，嘉明湖步道山区的管理员唱灵唱好，大种状况拢发到一一百度。我们的山屋管理部分哦，那有一个米亚桑的一个团队，那他们的团队的组成是非常专业，个人认为是国内顶尖的一个高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组织啦。他们本身成员都是爱好山林的，都是非常专业的登山向导。高歌体育的廖文泉是户外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找袂着方向，是甲才少年兄来爬山找家己。担任管理员这5天以来，特别轮班就伫山顶待10天，而且点睛待命。对遐无听口劝，互家己徛伫咧山顶的山友，伊想起来是又搁好气又搁好笑。啊，因为消防员讲你8点嘛，暗时到袂了，上紧明仔载，伊敲电话妈讲，妈。我报警啊啦！警察无来救我，我今仔暗时啊，等伊想好啦，我可能过袂去啊啦，啊就开口。啊，阮管理员都行到后壁啊，阮管理员就听伊口了再过去啊。除了守护山友的安全，这管理员阁负担山林教育的功能。这讲是有要挑战高难度的山 K2， 外号张伯清的登山家张元德来主讲。在山屋，然后做一些登山知识基础的分享或者宣导这样子。对，那虽然可能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还是有蛮多人可能不一定会知道。管理员伫游客入来到登山口，带入去山区啊，也是接本钱、食饭后这的时间，一来解说无分界的山林，人甲欣小拄的守则。另外，把鼓励山友协助步道的修理，加派1公斤的沙石啊上山，为步道的维护来尽一份力。真侪人原底干那为着嘉明湖来行这抓，不过因煞会当甲规片山林的水拢总炸转去。台湾西网社其实吼，逐项有啊，有自然有人文啊。你像我上介意古道就是安尼啊，因为古道有真侪故事啊。古道专家吴冠豪老师伫班的时阵，毋但监测乌熊、目吹水落，登山的经验要换30档，带更较侪人加入山林，是伊一生的志业。10外个登山界高人，全年无休困伫咧关山轮班，就是要做山友上坚强的后盾。记者由金林昆明台东报道。咱来讲，全台湾上界大片红龙果的产地，就伫咧南投县的名间。啊，遮的农产品产量排第2的是往来。民间乡农会嘛特别甲农方排做伙举办比赛，尽量要鼓励农民种出无农药残留的果子，提高品质，才通真正的久长增加种植的收入。有帮助，可以让我们上来比赛的火龙果放伫咧篮仔内底，平时先甲摕起来浸一甲看伊的鳞片是毋是有洗了有水有胶纹，再个称重甲切开看肉色盐甜度。口感上面，很多人不敢吃红龙果，是因为它会有一种臭脆味，所以臭脆味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首先要排除掉。另外一边上来比赛的是往来，评审也整理出品质1.1的往来通常有的特色。尽量比较短一点的，这样子它头尾的品质的差异性会比较小，2斤半到3斤这个附近的凤，它的品质一般会比较稳定。八卦山大地吼，
伊是红土的，以弱酸性土质，非常适合咱往来栽种。啊，甚至一寡农友非常用心，伊搁来甲牵水吼，牵咱的深井水来灌溉，所以伊的肉质甲伊的风味吼，非常的稳定。在南投县明干乡火龙果的种植面积是全台湾上大的，往来排第二，一年会当生产4万吨的往来。为了提升火龙果和往来的品质，明干乡农会特别举办龙凤杯评鉴比赛，让农民借这个机会交流，也提升种植的品质。因为今年可能是闰4月的关系，其实天气蛮热的，果要做大其实蛮不简单的。这摆得到往来组冠军的人叫吴信贤，火龙果组得到冠军的是洪如泉。民间乡公所和农政单位希望这摆比赛刺激农民以无农药残留为优先，降低生产成本，把品质有起来，通好创造更较大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教育部伫各小学拢有推动本土语言的课程，有的囡仔是讲台语的拼音较歹学。高雄市遮就有一个教国校台语的林丽玉老师，亲手制作真侪趣味的补助工具，想讲自我大个批示牌啊，伫咧带动囡仔学习的兴趣，哪算佫会当哪学台湾话？高雄内门山区的木沙国小，2年囡仔当地复习罗马拼音，这节课因足期待。是爱生。看着老师准备的纸仔台，囡仔目睭拢光起来，想要伊嘛想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佮有另外一种纸仔盘，互纸仔伫纸盘内底软磅空，囡仔嘛算甲足欢喜。这节台语课，老师准备还佫有会使学12生锈的转盘，互囡仔等18斗啊学拼音。对囡仔的反应，就会使知影因敢有兴趣。那算的时阵吼，尤其是有竞赛，我要记，学起来啊。木沙国小的陈老师伫高雄四间国小专门伫教台语，伊利用这个教具，其实拢是这位凤林国小老师林丽玉的创意，而且拢是林丽玉亲手 DIY 做出来的。佚佗物啊，会引起因的动机，目睭就会紧起来安尼。所以我才会想讲，咱其实拢是囡仔互我的灵感，咱等下想是讲，到底应该做啥？咧练拼音的时阵，会当拼出无共的物件。啊，你什么上厉害？纸仔台上厉害哦。这8天来，林丽玉老师利用纸批、纸仔、干录这些物件，做成各种教具，连伊查某囝拢来斗相共画图，希望会使补充台语课本的不足。伊发现用这个教具来教囡仔上青分的罗马拼音，因接受度真高，所以伊嘛将这个教具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伊伫台语文教育真用心，伊讲只要囡仔爱着讲台语，伊就是成功。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咱来讲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总理希特勒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是纳粹这个独裁的政党，杀死无数的犹太人。敢若经过一个集中营，警卫啊手底都有5000几条无辜的性命。但今年已经93岁，这个当事人7月23，和德国的法院判决定罪，处分2档的极刑。这嘛是转型正义、是非啊办复明的过程。今年93岁，正纳粹集中营警卫带伊坐轮椅而且亡命进入汉堡的少年法庭，带伊去用指控伫二战1944年到1945年期间，当年伊才17岁，伫咧当阵的弹座，也就是即马波兰的格但斯克市附近一座施图特霍夫的集中营来做警卫的期间，协助杀害5232个人。判决的结果出来呀，带伊去用判2年的缓刑。Und mit der Persönlichkeit des Angeklagten dort zum Dienst im Konzentrationslager abkommandiert worden ist。法国律师团认为判伤轻，但伊的律师原本要求讲爱无罪释放。Halte ich für nicht klug, obwohl, das muss man sagen, das Gericht auch gesagt hat, wäre er 1982 vor Gericht gestanden, wäre die Strafe härter ausgegangen. Das Stutthof, ein Vernichtungslager, wurde durch die lebensfeindlichen Bedingungen, durch die Überfüllung des Lagers, durch die mangelnde Versorgung。拍拼伫咧研究犹太人去互纳粹屠杀的证据，而且有纳粹人人称号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朱诺夫认为讲，90外岁带伊因为得到同情，才有即款的判决。毋过其实更较需要同情的是，当年无辜去互杀害65000人。
但伊捌伫一届受访问的时阵表示，就算家己迄当阵无做警卫，而且逃走，也是有其他人去用找来做同款的代志，了后去互检方反抗，伊当年会当选择反抗，家己去前线作战，毋是做警卫。但伊表示，家己是因为心脏有问题，才无法度做兵。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来所致，今日中央气象局台北观测站测到39.7度，这也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气温的记录。连外国地头天气烧热，东南部不定阁会透烧风，请观众朋友都要注意。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2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6度；金马、澎湖30度到36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骹，互金龟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牛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牛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英国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骹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的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奇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龟天石帮，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
专去冒我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菇，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溜菇仔、金菇、草青菇仔、六角菇、煎仔菇、扣无牛屎，讲死牛屎菇。牛屎菇挺石棒，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物，搁较侪种无同的菇仔。今仔日的大讲之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